请继续来看台中有一个姓陈的国小的女老师，互囡仔的家长指控霸凌甲侮辱学生。譬如讲，无经过家长的同意，就安尼大主大意，甲学生带去剪头毛，啊，搁哪剪头毛哪甲学生经体起笑，啊，搁譬如讲，会甲学生来分组，表现无好的学生，就会去互伊考试时老师的路财。啊，讲这个老师2008年，就因为甲学生绑伫咧教室的椅仔顶，违反着儿少发放罚款，但是竟然还搁伫咧同一间学校继续咧教册。即摆学校甲教育局讲会召开教评会，彻底来调查。你那么不爱剪头发，干脆给你理光头。囡仔无想要夹头毛，算威胁爱剃光头，这毋是爸爸妈妈伫沙龙和囡仔对话，是老师来逼学生夹头毛。妈妈就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，她只听到你不要剪头发，笑死。下课了后，家长看到真生气，这已经毋是这位老师头一摆家己逼学生夹头毛啊。这个状况我有反映给学校还有教育局知道，有第二次在我不知道再被带去剪头发。若无经过父母的同意，就家己夹囡仔的头毛。这位伫台中的国小女老师，佮家长投诉讲表现无好的囡仔是老师的路财。他有叫同学去选出最不好管教的那几个同学是谁？没有薪水的童工就是老师的奴隶。另外，有家长质疑老师平常时无照课表上课，甚至有学生困到下晡2点。早上被老师玩得太累了，哟。互家长无法度理解的是，这影片是老师家己翕的，敢若感觉家己的行为无问题。人本基金会接到家长检举，调查发现这位老师捌伫2008年违反儿少法，罚罚钱。就是第一个以教师身份被开罚而灭的案例，他一直都待在这个学校。基金会中部主任讲，有家长投诉予教育局，不过隔天老师就甲家长投诉批破伫家长的群组，认为教育局涉密，嘛批评校方无咧关心。入班的观察巡堂，其实我们都有加强去做，可是家长可能对我们的处事没有办法得到他满意的答复。敢有涉密？教育局无正面回应，敢若强调已经照定时来调查。学校在今天上午已经召开校事会议，火速成立霸凌调查小组。今天下午将会召开教评会。另外，还有家长投诉讲，这位老师的动手体罚学生，教育局讲会做伙伫教评会当中讨论调查，若是确定有体罚的案件，嘛依照规定来处理。